台湾大哥大，阁有中华电信伫咧2018年10月时阵联合取消通话费用的优惠。公平会发现，这两个业者的高层主管对取消优惠方案有互相通消息，认定这是联合的行为，分别出中华电信4000万，阁有台湾大哥大3600万的罚款。公平会调查发现，台湾大哥大甲中华电信伫107年10月联合停止送4G 资费专案，望来有因免费，抑个前6个月，每个月666块通话费等优惠，罚中华电信4000万，台湾大哥大是罚3600万。他们的共同取消其实会产生相当明显的限制竞争的效果。那最主要就是说，像消费者因此而少掉了一些享受优惠方案的一些好处了。所以就整个市场竞争的影响，还有消费者权益来讲，这次的案子影响是层面还是蛮大的。公平会掌握两大业者的高层主管事前互通信息的证据，推论业者有联合取消动机加诱因，认定构成联合行为。对此，消基会也讲，业者的这种联合行为已经影响到民众的选择权。那因为联合的行为呢，它最终呢会造成我们消费者最大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会牺牲掉我们的一个对于不同厂商的一个优劣的一个选择权，因为他们采取联合行动嘛，所以都变成说啊，就只好呢依照他们的条件来做选择。台湾大哥大回应对公平会决议表示遗憾，将会伫收到相关函文了，研究安怎应对。因为中华电信是讲，任何资费方案的制定或者是调整，拢是依照营运规划考虑，并无联合行为的动机甲必要，会研究相关的行政救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